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哋今日嘅8分鐘肩頸膊頭舒緩瑜伽。先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然後深深吸一口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，合埋眼睛，專注呼吸，放鬆你嘅膊頭，吸氣，感受心口打開，呼氣，再感受個身體慢慢沉落去，慢慢張開你嘅眼睛，手可以擺喺膝頭哥嘅上面，右邊嘅耳仔可以靠右邊嘅膊頭，左手放喺脊上面，右手可以放喺左邊耳仔或者上少少頭嘅位置，跟住可以上下咁樣微微喐動下，加強個拉伸感覺。然之後翻返嚟中間，我哋轉邊，左邊耳仔向左邊膊頭方向沉落去，然後左手放喺右邊嘅耳仔方向，然後頭可以向上向下咁樣微微移動下，加強個拉伸感覺。慢慢推返個頭返嚟中間，手擺喺膝頭哥上面，慢慢將個膊頭向後畫圈，跟住你嘅呼吸去喐，向上向後，呼氣向下向前，吸氣向上向後，然之後再轉方向，向後向上向前向下，然後翻嚟中間，右手放喺脊嘅上面，左手向頭頂嘅方向伸展，感受到左邊側身嘅拉扯感覺，眼睛盡量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，然之後翻嚟中間，左手放喺地下，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眼睛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，應該感覺到右邊嘅側身有一個拉展嘅感覺，好舒服嘅。慢慢翻返嚟中間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扭向我哋嘅右手邊，左手放喺右邊膝頭哥嘅上面，吸氣拉長，呼氣再向後擰多少少，眼睛可以望向右邊嘅膊頭位置，吸氣，呼氣，手向上翻返嚟中間，我哋擰去左邊，右手放喺左邊嘅膝頭哥上面，吸氣拉長，呼氣再擰多少少，眼睛可以望向左邊嘅膊頭方向，然後翻返嚟中間，將手同埋膝頭哥放喺地下，我哋做一張台，然之後吸氣，心口打開壓腰，呼氣拱腰，吸氣，呼氣，可以跟隨你嘅呼吸帶動你個節奏，做一個 cat and cow。翻返嚟中間之後，眼睛望向右邊膊頭，同時將個盤骨都帶去右邊，慢慢轉邊，眼睛望左邊嘅膊頭，盤骨擰去左邊，好似扭鬆嗰個側腰咁。再做多次右邊，然之後轉左邊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之後腳尖踩地，抬起個盤骨去我哋嘅下狗式 Downward Facing Dog， 保持吸氣，呼氣，感受腳嘅拉伸同埋膊頭嘅拉伸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慢慢翻返嚟，做返一張台，右手向天花板舉起，然之後穿過去左邊嘅膊頭，
右邊嘅膊頭放喺地下，同埋個頭都係可以放喺地下度，有一個 support 嘅。左手可以向頭頂方向伸展，放喺個脊嘅上面，感受到左邊側身嘅拉展，同埋膊頭打開，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右手向天花板方向提起，再放返地下。跟住我哋轉邊啦，左手向天花板方向拉高之後穿過去右邊膊頭，頭可以放喺地下，右手可以向頭頂方向放喺脊嘅上面。吸氣，呼氣，感覺自己個膊頭再沉低多啲。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左手向天花板方向伸展，再放返喺地下。然之後手可以向脊最前方伸展，然之後沉個心口落去，額頭可以放喺脊嘅上面，打開個背脊同埋心口，感受個膊頭有拉伸嘅感覺。透過每一個吸氣同埋呼氣，將自己再沉低多啲，打開啲個心口。喺下一個吸氣，可以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然後將個盤骨沉落去地下嘅方向，手踭放喺地下，呈90度，做一個 Sphinx pose， 舒緩返下腰嘅壓力。眼睛可以向前望，感覺條頸係有伸延嘅。然之後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進入我哋今日最後一個嘅下九式。我哋會喺度停留幾個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俾自己喺呢一刻入邊淨係專注喺自己。然之後慢慢落返嚟，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翹腳坐，俾一個按摩自己，按下自己頸肩嘅位置，然之後手放喺膊頭嘅上面，向前打圈，然之後轉邊向後打圈，鬆返個膊頭，手放喺膝頭哥嘅上面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。我哋再做多次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。慢慢感受下自己個身體喺呢幾分鐘入邊有冇啲微微嘅變化，同埋多謝自己抽呢幾分鐘嘅時間為自己嘅身體去做一個練習。慢慢可以擘大你哋嘅眼睛，手可以放喺眉心中間。Namaste，多謝晒你哋今日嘅練習。